You can do it yourself. Well, I can't actually do it myself. I would need your help. Listen, if we do, no more other women, no more other men. Just you, me, and the little kid. No. 哎，田总，哎，麦克，我已经到马场了，咱们会议室见吧。现在，行。Okay, now we're done. I gotta go. 但你想想，你我一个孩子。你好，田总。你好，我叫 Mike，我是我们公司华北地区 CEO。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哎，快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其实我应该早就来拜访田总，但是我们合作方案还没有完全调整好，所以现在才来。我们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公司品牌跟您的马场是非常吻合，都有一种贵族气质，所以我们希望能跟田总跟马场有一种长期的合作。我们的合作方案，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？啊，了解了。哎，没想到麦克你中文说的这么好。哈哈哈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行啊你。说不好我活不到现在，我媳妇儿是山东人。哦，山东人啊，哎，你可真会找。山东姑娘好啊，山东出过母啊，就是古代的皇后啊，你们的第一夫人。其实意向书呢我看了啊，挺好的。我个人意见觉得，合作嘛都是双赢的啊，但是就是中间，不好意思。喂，董小姐。哎，对，不忙啊。哈哈。我也是。好。这一周一个饭局的呢，那是正常人；要是一天一个饭局啊，那就是大忙人。饭菜我都准备好了，您一会儿就过来吧。哎呀，田总，您要是不来的话，那我得多伤